上個禮拜嘅重磅美國數據認真麻麻地 ，ADP 私人就業數據、唔非農數據同埋失業率都係比預期差。馬斯克領導嘅政府效率部仲話要不斷裁走啲公務員，再加上私人企業其實過去亦都不斷裁員，可以想像美國嘅勞工市場出現嘅問題越嚟越大。呢幾個數據出咗之後，市場對於美國可能出現衰退嘅擔憂變得越嚟越大。亦都開始預期減息嘅機會同埋幅度有機會變得越嚟越大。呢個預期亦都令到美匯指數跌穿104，而美股喺過去嗰幾日亦都因為驚住經濟會出現問題，大幅波動以及反覆向下。CME 期貨利率顯示5月份會減息嘅機會率已經超過50%，而喺今年聯儲局更加有超過65% 嘅機會率會減息超過3次。俗稱恐慌指數嘅 VX亦都出現有機會向上破自舊年9月以嚟嘅橫行區域。某程度嚟講，而家美股喺高位真係有少少風雨飄搖。標普500指數上星期五晚雖然出現披型反彈，係威係勢咁，但係如果短期內唔能夠企穩返喺條行通道嘅下方上面，咁就確認跌出界，測量跌幅有機會要跌到5400點左右。甚至乎有機會補翻之前有個未補翻嘅上升裂口，所以呢一輪操作美股真係要小心一啲，唔好太進取。真係要做美股嘅，從資產輪動圖嚟睇，暫時可能比較好啲嘅就會屬於金融同通訊板塊，科技板塊已經進入落後區域，而非必需消費亦都真係麻麻地。兩個板塊都會暫時弱於基準嘅標普500指數。香港恒生指數同埋科技股指數以及歐洲就做得相對唔錯，金礦股以及高收益債券都值得留意下。美國嘅三大指數，大盤嘅標普500指數及科技股嘅納斯達克100指數都已經轉弱一段時間，小型股嘅羅素2000更加已經進入落後區間，漸漸出現咗東升西降嘅狀況。香港嘅恒生指數進入牛市嘅形態越嚟越確認。已經出現咗兩個更高嘅高點 higher highs 同埋兩個更高嘅低點 higher lows， 確認上升趨勢。從2024年見五浪底之後，以鋸齒形方式上升，呢啲係典型牛市一浪嘅特徵。人心虛怯以及之前受創太深，形成嘅患得患失、缺乏信心，就係所謂嘅攀爬憂慮的牆。估計第一浪嘅頂部就嚟，或者已經出現。大約喺24,800點至25,500點附近出現，見短期頂之後就會出現二浪調整。不過相信將來嘅調整亦唔會太深，因為香港股市係從以前非常之唔合理變成合理，所以升幅雖然好大，但係其實真正嘅升幅只係好少。點樣理解真正升幅呢一個概念呢？舉例，你有一層點計都值1000萬嘅樓，突然間有救命錢要用，需要600萬。因情勢所逼，你就開價600萬，但係突然間你又唔缺錢，但同時間你仍然想賣樓，咁層樓掛返1000萬，甚至乎貴少少，呢一口嘅反價，點講都唔叫做唔合理啦。真正升幅其實好少，甚至乎係冇，所以真係唔好為高。而家嚟講最好策略係 buy 啲，但係唔好預期太深。港股裡面有乜嘢股票可以考慮下？現階段股票輪動圖裡面處於右上角，或者向東北方向行嗰啲嘅股票都可以考慮下。隨住千問新模型 32B 出現，阿里巴巴呢輪真係充滿話題性。呢個模型只係用咗320億參數，據傳推理能力已經等同 DeepSeek 6700億參數嘅推理模型不相上下，無論成本、速度以及普通電腦或將來嘅手提電話在地應用將會變得可能嘅呢一個優勢，都令佢充滿住話題性。另外呢幾日有隻 AI 叫 Manus， 亦係可以用橫空出世嚟形容。喺全球嘅 AI 世界裏面，亦都引起好大嘅迴響，被形容成 AI agent 嘅突破點。騰訊係佢嘅初期投資者。今日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如果你喜歡呢段短片嘅內容，請你 subscribe 同埋 like，並且歡迎嚟到我嘅 Patreon 睇下有咩工具可以啱你。